彰化县芬园乡的福德宫为了庙庆，3年前开始是邀请布袋戏团搬戏写神，想不到这个戏班的数量是逐年增加，今年是创下新的纪录，计共是邀请82班的布袋戏团做伙演出，现场是有不少民众到场斗热热。热烈的布袋戏表演，详细甲看，戏棚摆甲热热长，强要占满车路。芬园县政福德宫举办27周年的庙庆活动，邀请82班的布袋戏班来写神，特别的先饼先画面，请不少民众来看热闹。头城来，我坐游览车来哦，头一届看这尔啊侪布袋戏，好壮观哦，觉得很新奇。即马布袋戏这个物件是愈来愈少啊，这真罕有这个机会。有遐尼侪场，我感觉讲人爱来支持捧场一个安尼嘿。芬园县政福德宫表示，因当年拢会伫3月中左右联合举办宫庆甲头艺活动。3年前信徒捐献66班的布袋戏写神，即阵戏班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多，嘛正做地方的特色。3年前每一届头艺，大家拢写戏写差不多60几班啦。60几班拢一工做，你炒到厝边啊啦，了后我则是个想法讲吼，无60几班做一届做安尼，才有延伸即摆80班安尼。庙方表示，县政福德宫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，嘛是因为有信徒的关系，才有戏班大车棚的画面。除了要特写八公的庇佑，嘛希望透过活动，和庙口看戏的文化会当继续传落去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